匹克球 （Pickleball） 簡單說就是結合了羽球、網球和桌球特色嘅球類運動，規則簡單，上手快，適合各年齡層。重點簡介：場地大小接近羽球、網球場的一半，網址高度比網球低，中間約34英寸，86公分。器材用短柄嘅球拍，上厚一點嘅乒乓拍，通常是塑膠或複合材質，和一顆有洞嘅塑膠球，上大顆嘅塑料飛盤球。人數可單打 1v1 或雙打 2v2， 雙打最常見。發球與得分：發球採下手發球，必須斜對角發，只有發球方有得分機會。某些業餘賽制，一般比賽常打到11、15或21分，且需領先2分。揮擊球區俗稱隨訪，靠近網址有一個7英尺約2.13公尺的無搶擊區域，站在隨訪內不能直接空中扣球。